华妃褫夺封号，将为贵人。皇上，褫夺封号是极大的羞辱。其实苏公公的担心不无道理，就怕华妃娘家发表不正当言论。不过皇上早对年羹尧有诸多不满，如今正好借此事敲打他们兄妹，所以皇上为了不走漏风声，特意嘱咐苏公公明早去传旨。原来华妃趁着皇宫发生瘟疫，派心腹给眉庄送去一套有毒的茶具，结果她染上病毒，处在昏迷当中。由于皇上和大臣正在开会布控防疫，于是着急的甄嬛立刻找到温太医帮忙。而老温看出恋如此紧张，便答应了此事。回到太医院，他马上开始研发新药。没过多久，眉庄在温太医的治疗下，很快脱离生命危险，并逐渐开始好转。或许从这天开始，眉庄便爱上了老温。另一边，甄嬛通过大数据也抓到了陷害眉庄的刘太医，而他陷害眉庄假孕是受了华妃指使。起初他担心东窗事发，很早就逃离了京城，可谁知偏偏遇到疫情，他还没有行程码，结果他无处躲藏，刚好被甄嬛的人抓到。等他交代一切后，皇上才知误会了眉庄。紧接着皇上下旨剥夺华妃封号，并同时恢复了眉庄一切待遇。可下一秒，皇上竟对甄嬛起了疑心，会是你有意安排的吧？臣妾若真想指使刘本诬陷华妃营救惠贵人，大可早早行此举，实在不必等到今日。皇上若真不信臣妾，比苏公公还未走远，皇上大可收回旨意。虽然老四最终相信了甄嬛，但甄嬛却因此感到一丝心寒。难道自己在他眼里就是这样的人吗？与此同时，玲珑从宫女口中得知甄嬛抓到了证人，一想到最恨的华妃即将失宠，兴奋的她决定再给对手添一把火。只要华妃和年羹尧有所行动，那么他们全家必遭到灭门之祸。于是她让宫女把消息故意透露给华妃，可玲珑没想到她的算计却反而帮了对手。本来华妃刚听到此事，心里慌得一匹，但曹贵人表示与其被动不如主动出击，只要将治疗疫情的药方弄到手，到时候皇上肯定会网开一面。不得不说，曹贵人的主意确实妙哉。接着，华妃复制温太医的药方献给皇上，同时两位太医还在一旁拍着华妃马屁，说华妃为了皇上和天下百姓，一直在前线督促太医院研发新药，愣是几天几夜都没有合过眼。突然，华妃假装两眼一黑，差点晕了过去。皇上见状，更是心疼的不要不要的，连忙派人送爱妃回宫好好休息，还收回了剥夺华妃封号的圣旨。然而皇上接下来的举动又伤了甄嬛的心，因为年羹尧的同伙联名上书，纷纷弹劾甄嬛的父亲藐视领导，这根本就是华妃对甄嬛打击报复，用欲加之罪强给父亲扣帽子。不过是指臣妾父亲没有如旁人一般跪迎年大将军。人人都以为朕宠信年羹尧，所以要对年羹尧毕恭毕敬。皇上看重年大将军，是因为大将军为国有功，可是功劳再大，官员跪迎之礼，上可对皇上，下可对亲王，断无跪迎人臣之礼。无论甄嬛怎么辩解，皇上都心意已决，于是将甄嬛父亲罢官免职，并迁回老家。甄嬛没想到皇上居然会牺牲自己来维护华妃一家的利益，尽管玲珑没能趁机扳倒华妃，但间接造成甄嬛父亲丢掉铁饭碗，也让她扭曲的心理得到了极大满足。贵人什么都比我强，比我得宠，比我讨皇上喜欢，家世更是高于我。可如今他父亲被贬了，我忽然觉得我跟他的距离拉近了许多，再没那种他高高在上的感觉了。可就在玲珑等待伺候皇上时，公公却传来消息，让他不必等候，并表示皇上去了甄嬛那里过夜。这下，因为流产而伤心的富察贵人看到玲珑那便秘的样子时，他忽然从抑郁当中解脱了自己。可惜了，打扮得如此娇艳，皇上连看都不看一眼。